咱牧师伊要来讲道题目做路上的光。咱高天教会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欢喜，今仔有机会来到遮，甲大家做伙组织，做伙来敬拜。嘛，感谢咱高天教会会当接纳阮来募款，来分享阮教会的需要。我对中华安尼来到台北吼，实在是感觉差足多啊吼，真庄脚的所在。来到遮，哇，开车嘛袂适应。要出入要停车哦，足困难的。来到遮感觉人讲天龙无共款的所在啊，真正差足多的。总是当我入来到教会内面，入来到咱的教堂，感谢主，感觉咱像咱阁是一体。虽然伫无共的所在，真无共款的环境，当咱做伙在唱嘛共款咱台语的圣诗。当咱共款做伙咧读台语的圣经，咱做伙伫遮咧组织敬拜，咱共一个上帝，我知影咱是一体。咱伫主的内面，咱虽然足庄脚、足多市，咱拢共款是主的兄弟姊妹。佮一摆感谢咱的高天教会，会当互阮有即个机会，会当来遮，咱分享阮路上教会的需要。路上伫倒位？毋知有咱。在座兄弟知哦，可能有几个人知啦吼。因为我拄仔有听到咱兄弟姊妹讲我嘛是彰化县出身的吼，可能彰化县的人加减会知。无若是外围的所在，路上，看路上，就马路上吼，即个名足特别的。但是知影是路上，无路过啦吼，从来没有经过过。路上是伫彰化一个外海的农村，伫丰原乡较晚二林甲大城的所在。若安尼讲，毋知大家有了解无？大概知影所在啊吼。我讲一个，大家可能较知啊吼。即个国光石化，大家有听过无？吼，这较有名啦吼。前几年即个伫彰化西南角海边的即个所在，要起一个国光石油化学科学。即个工业区，阮离即个所在差不多5公里啦尔，所以阮真外海，总是阮是一个农村。伫即个路上，即个农村是一个真庄脚的所在。迄阵迄个咱的普遍技术嘛有带几个青年过遐看即个国光石油工业区的遮种种的问题啊吼。我想咱一寡人知影即个问题，就知影讲阮遐是一个真庄脚的所在。一个像无啥物产业，所以才地教互即款的，佮真有污染的产业会伫遐想要来发展。阮路上即个庄社，我讲一个，互大家知有偌庄脚，无 7-11， 安尼有庄脚啦吼。一个真庄脚的所在，一个真传统的台湾的农村。阮路上教会伫迄个庄社内面，已经徛起60多年，总是嘛悠远到呾。即马是差30-40人在聚会左右，经常费差不多100万左右的一个教会。咱可能会想讲伫遐尼即个遐尼偏远的所在，遐尼庄脚的所在，教会伫遐会当做啥物呢？所以我要来先放一个影片互大家看，阮伫遐做即个课后陪读的暑工，有真侪学校的囡仔下课了来到教会，请咱的同工。我放即个影片，甲你知。即差3-4分钟的影片，咱透过影像，会当较清楚来明辨阮路上教会即个所在所行的事工。这是阮的教堂，敢有声音？这就是本来要去国光石油的工业区的所在啊。对吧？
真侪囡仔因下课了后就来到教会，脚踏车停咧，就伫教会礼拜堂写功课。下课嘛会当做伙伫教会来耍，甚至做伙学习一寡才艺。过伫教会做伙食暗顿，咱逐工拢有做伙食暗顿的时间。一礼拜一个月有2摆有即个体育的活动，互因不较爱来教会。这是暑假的活动。新庄较有无？阮新庄阁有即个鱼，阁有鱼车。我嘛带遮囡仔离去家己的社区内面，认识家己社区的一寡特色。去看葡萄田，去看即个祖庙，因为阮遐拢姓社的即个社区。听教会长辈讲家己教会的历史，因即个台北社区就会是有一寡经过正面教导的即个公布栏。去捌一下社区的派出所是咧做啥物？看是咱是家是的所在。叫鸡卵，阮遐出足侪鸡卵的吼，有蒜头，饲牛啊吼，做麻油，阮遐嘛有麻油的即个家庭菜。当时是家长会来带囡仔，下课做伙耍，教会行做伙走，老师带囡仔祈祷，去参加附近的水利会，做伙伫教会食暗顿。有圣诞节啦，是一个活动，咱时嘛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庆生会做伙食天乐糕，有机会有即个亲子旅游，甲家长囡仔做伙来去行，去行。好，一个短短影片到遮啦吼。毋知咱伫即个影片中间看到啥物？看到真侪较老一辈的，看到哇真庄脚的生活，吼，看到囡仔真欢喜，嘛看到遮囡仔伫教会生活，因得到侪侪的学习。总是咱敢知，遮囡仔因拢是即个社区弱势的囡仔。这囡仔因需要得到人的关心帮赞，咱可能有当时感觉讲啊，这囡仔因有食有穿，有通好安尼过日子，佫有遮侪活动参加，应该是真好命、真好势啊！总是要甲大家讲，遮弱势家庭的囡仔，因需要的并毋是遮物质顶面的物件尔尔，上重要因需要人关心，需要人的陪伴，需要透过咱的疼惜。互因伫因人生的路站得到帮赞，得到好。我当去路上的时，即个是周口仔受派去迄个所在的。拄要去的时，就听人咧讲路上即个所在吼，你要注意哦。啥啦？即个所在专门出路漫，吼，惊到要死吼！吼，出路漫，安尼是通伊也无教即个功夫啊吼。
无教即个拍拳的功夫，安尼要去到遐要安怎学会，要安怎遐生活？总是当我去到遐，看奇怪，路上就是一个真平凡的一个农村啊，谁若讲遮个所在出真侪路漫，啥讲路上是路漫的故乡，我开始感觉真奇怪。当我伫遐开始踮伫遐生活，伫遐教会参与伫服侍的时间，慢慢观察即个社区了后，才知影原来，因为即个社区内面真侪即个所谓的弱势的家庭，足侪拢是隔代教养，也是讲单亲的家庭，搁较侪是外籍配偶的家庭，外配家庭才有占3、4成左右。隔代教养这嘛足多，弱势家庭差不多将近要7成的比例。这毋是正常的家庭的囡仔，因伫厝内无人陪，下课了后就四界走，伫庄头、伫田野安尼乌白弄，毋知影要写功课。因呢可能是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嬷，发现讲写功课总是阿公阿嬷规工做事无用伫田里，转来看功课嘛看无法度陪遮个囡仔来完成因的功课。遮个囡仔因安尼四界算习惯了后，因的功课就愈来愈退步。功课退步了后咧，发生啥物代志？去到学校，都会互规个班级的即个同学来排斥，甚至老师会讲即个囡仔就是无好的囡仔，拢读册拢功课拢无咧交，读册考试拢考无好，因就开始自我的形象无好，人际关系无好。甚至到伫国中、高中以后，足侪就中辍。阮遐有国中就中辍，读国中尾也无去学校。我哪去的几年，看到社区内面有真侪青少年，甚至因就无代志，就伫社区内面换说，学倒摆学袂14、15岁，就安尼暗时伫遐放炮等等。我感觉讲，这亲像咱咧看的佚佗是安怎因会变做安尼？慢慢去了解以后，才知影讲，是因为因的家庭的环境无好，以到因无法度有一个好的成长的环境，所以因伫正常的成长的即个团体内面无法度得到认同，所以才慢慢行歪错的路，甚至到尾都市的即个乌社会势力若入来的是，因就真紧伫遐得到温暖，尾变做所谓路漫。遮囡仔因其实拢真巧，嘛拢是真好的囡仔，总是安尼行歹路了后，发展嘛发展了真好，所以尾出足侪大尾的路漫，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毋是因为遮个囡仔无好，毋是因为遮个囡仔因无爱行伫正常的路，是因为因失去得到享受甲陪伴成长的即个过程，所以得到因行伫即个歹的路。总是阮路上教会陪读班，对遮个囡仔来讲，带来新的愿望。遮个囡仔开始会当伫教会来写功课，而且来生活，慢慢因就正常来发展，慢慢因就被世界流浪，世界走。即几年，阮社区有一寡人就甲讲，牧师，阮即马即个社区内面较无迄安尼乌白走、乌白放炮遮个囡仔呢。派出所的警察嘛甲阮讲，以前常常半暝爱去处理代志，即马较无安尼。感谢主，咱教会会当成社区真好的帮站，嘛，互遮个囡仔得到真好的关心。我分享一个囡仔的即个故事，这是已经伫阮的陪读班已经5、6年的时间吼。这个囡仔叫做阿文，伊出生伫一个真歪错的家庭，伊即马甲伊的阿嬷做伙大，总是伊是上早甲老母做伙大吼。伊老母甲阿嬷关系无好，因为老母交着一个男朋友了后，出去外面就硬要出去，甲即个阿嬷的关系就变无好。即个阿文的老母，伊生阿文了后无几年，差3、4年的时间，伊就因为食毒互掠互关。即个囡仔要安怎办？一个单亲的老母带的囡仔。老母搁要去关监，所以咱的即个政府就甲找上近的亲人，就是伊的阿嬷。
就甲伊送转来，互阿嬷照顾。哇，当下啊，即个阿嬷接到即个囡仔的时，真正是爱恨交加，是伊一个即个关系已经无好的查某囝所生的即个囡仔，前拢无甲伊做伙大，即摆佫转来，佫较麻烦的是，即个阿嬷即时，伊嘛交一个新的男朋友。你莫想讲阿嬷年纪足大，我就交男朋友，互阮遐40岁就做阿嬷。真少咧，伊嘛交一个男朋友，即个男朋友想讲奇怪，我本来甲我的即个女朋友过了好好，吼，啊那雄加一个伊的孙转来要甲阮做伙大，而且即个阿嬷的甲男朋友的囡仔嘛，各有一个孙，即个阿公较喜爱迄个孙啊，所以阿文伫即个家庭中间，甲伊的阿嬷，甲伊即个阿嬷的男朋友。叫做算讲是阿公啦吼，无血缘关系阿公做伙大，总是伊个阿公无喜爱伊，伊个阿嬷真疼惜伊，尾也真疼惜伊，真照顾伊，总是因为阿公庄脚拢是安尼，靠查甫人伫管即个家庭，阿公对伊无好，无真好款待，甚至无爱互伊去幼稚园，因为幼稚园真开钱啊。所以即个阿文，伊只好就伫阿嬷吼，阿嬷咧帮人剃头。阿嬷甲照顾，咱知影隔代教养当时会出一寡问题，就是即个阿嬷无法度好好来管教即个孙。即个少年阿嬷，伊敢若知影要疼惜孙，啥物拢互孙好诶，所以佫无法度互孙去读册，无法度即个甲人做伙生活。以后即个囡仔伊伫学习顶面拢无介好势，加在到伊国校要上国校进前。伊的厝边甲报讲，路上教会吼，咱庄的即个教会有一个陪读班吼，我著教囡仔，咱会当甲囡仔送去遐，下课了后，伊会当伫遐写功课，甚至做伙甲囡仔做伙食暗顿，了后就转来厝。阿嬷真欢喜，将即个囡仔送来教会。总是来教会，伊真辛苦，对老师来讲佫较辛苦，因为即个囡仔伊无去到外面甲人做伙活烂过。伊无团体的生活过，伊来到教会了后，开始教会陪读班出足多的问题。连面有小朋友讲：老师，我的橡皮擦无去啊！老师，我的铅笔无去啊！老师，我的笑无去啊！奇怪，那即个囡仔来了后，教会发生遮多贼偷的事件，尾啊拢伫阿文的即个册牌仔内面抄起来，哇，拢伫遮，是安怎？伊阿嬷嘛讲，我拢买互你的，你啥要摕别人的？阿文真无辜，伊讲，我都毋知影这叫偷摕啊。过去伊伫伊个家庭内面，所有的物件伊看会到的，拢会当摕。阿嬷囥伫倒的物件，拢是因兜的物件，伊摕拢袂安怎，所以至到伊无即个知识，讲知影这是偷摕。伊无社会化，无甲人做伙生活的经验，所以。伊拄来陪读班，拄着足大的困扰，总是两者的老师用疼心慢慢陪伊成长了后，过了1、2年，伊状况渐渐好。伊到国校2年、3年以后，渐渐就伫陪读班内面，虽然较活泼一寡，总是一个算袂歹的囡仔。总是代志毋是遮尔简单。当伊读到国校4年的时，常常考试。转来到陪读班，老师咧看伊的功课，即个囡仔以前的功课拢安尼有开始咧对咧写，就渐渐好啦。啥人阿文即摆转来数学30、35，数学无好，有一寡成绩安尼咧退步，老师就摕考卷甲问，阿文即条吼4乘以6，比如讲24啊，你就会晓吼，一条一条甲问。差不多拢会晓呢，就甲问讲阿文，是安怎？你即摆拢会晓？考试考30外分？伊讲我伫考试的时就毋知是安怎，我笔咧写吼，算到遮4、6、24，要甲写落的时，就有一个声音来甲我讲，毋是，爱写40。就开始毋是24吗？哪会叫我写40？就有一个声音一直甲讲，你爱写40，你爱写40。你到尾啊，伊嘛搞不清楚啊吼，
只好甲写40落。足侪条拢安尼，伊知总是考试的时写毋对。阮看即个情形，毋是一两摆，阮尾仔带就是请阿嬷甲阮做伙带囡仔去看精神科的即个医生。去甲检查了，才知影讲伊的神经的系统受到一寡影响，因为早伫伊老母的腹肚内的时，老母就食毒，所以伊有幻觉，伊会听到无共款的声音，甚至会甲讲爱做毋对的代志，若出外就都乌白走，有当时无法度乖乖听话，明明知影爱安怎做，总是有一个声音，有另外一个幻觉会甲吸引做唔好的代志。哇！这就废去啊吼！总是感谢主，因为教会的关心，因为教会会当转介来去看病院，一个精神科医生开药会透过药的控制，渐渐一寡改善。总是到呾嘛是共款，有时好有时歹，伊即摆已经国校5年啊吼。即个囡仔自过去安尼，教会慢慢陪伊对一个无法度生活伫团体内面的囡仔，渐渐会当伫团体生活。对一个安尼功课无介好势，无法度学习，渐渐变做会当较好势来学习。到呾伊渐渐愈来愈好。到差不多今年年初，我甲一个合作的机构办一个叫做弱势儿童数位摄影课吼。伫即个摄影摄影的课，透过即个基金会，伊替阮募集一寡二手的数位相机一寡相机，有10礼拜时派老师来教会带遮个囡仔来摄影来翕相，翕相。结果想袂到即个阿文，伊的翕相的即个专长真好。老师来甲讲吼，哇，恁即个阿文无简单呢。伊就有想象力的我想讲当然有想象力伊足侪幻觉想象力有够侪。伊讲我拢教囡仔讲，恁摕即个教会教室内面的物件你一排排的翕迄个即个1、2、3、4，翕一个4格漫画还有剧情老师讲即个阿文伊的剧情拢足特别的连伊看到迄个囡仔有即个灵就讲即个囡仔要来屠龙记啥就开始演开始甚至到今年9月的时即基金会佫将较好的几个囡仔的作品摕伫咱北中南台湾各所在来办一个小小的展览。即个阿文，即个囡仔伊的作品就摕来其他所在，我去台中佫看因为伊拢送去佫较远的都市，较好的作品会送较远来做展览。阮看到即个阿文，心底嘛真感动。这是遮个老师同工，阮安尼开4、5年的时间，慢慢来陪伊，慢慢带伊，才会当，互伊愈来愈好。伫即个行的陪伴的过程，即个囡仔本来可能行歪转的路，可能像伊的老母共款，行伫真无好的路，总是因为教会引带，伊即马踮伫教会内面来生活，会当行入一个较正常的路。听下这，咱可能感觉真奇怪。阮路上教会要来建造的募款，是安怎会伫分享即个児童的事工？因为我要互咱知，阮因为児童的宣教的事工的需要，教会才开始感觉教室甲空间无够，所以阮需要建立一个教育馆。咱看到奉献地顶面我写社区乐活馆因为阮伫即个传统信仰较侪的庄卡，阮无希望互人感觉讲，咱起即栋厝，敢若是为着教会的用。社区乐活馆就是邀请咱社区的囡仔、小区的长辈，拢会当做伙伫遮生活。阮过去敢若一栋即个细间的教室，阮的小朋友即马差不多有35个陪读班的囡仔咱可能感觉讲35个囡仔无算是真多啦总是要甲大家报告一下。阮社区的唯一的学校，路上国校，即马学生差不多才60出头个。
所以3到5个是真大的比例。遮个囡仔因拢想要入来教会，过去庄脚的囡仔，吼，阮打去的时，遮个囡仔家长是惊因入来会入教会食教呢。总是即摆因拼要入来，甚至吼，咱一学期收30个、32个，啊，已经真客啊，真满。甲学期中，阁有民代会来关锁，向民代表的关锁，即个吼，甲阮送入来啊吼，即个囡仔有需要，所以直到即摆慢慢甲35个。阮有当时拢感觉真困扰，所以伫几年前开始，阮教会小会、中职会就开始规划要起一个社区乐活馆，一个教育馆。所以即摆即个厝已经在起，阮嘛只好暂时伫礼拜堂来做即个陪读的工作。咱知影，拄有看到礼拜堂啊吼，即个庄脚起规栋的礼拜堂，迄个回音足好诶，吼。所以即摆30外个囡仔拢伫内面。等下低年级的囡仔功课写了后，开始伫遐咧看故事、学白讲话，安怎？规个教室都闹哄哄。有当时老师在讲，哇，安尼阮要安怎上课，要安怎教囡仔，真困难，因为共一个教室，迄个课室管理真正真困难。遮囡仔因才想要入来教会，家长才想要互遮囡仔来教会，咱太会当负责因咧。总是阮即摆实在是空间无够。无法度收搁较侪囡仔，阮才会期待讲，阮若兴建即个教育馆完成了后，互社区愿意入来囡仔，拢尽量入来到教会内面做伙来写功课。阮路上教会用即个陪读的方式，互足侪囡仔来教会。当然，毋若入来教会写功课尔，咱爱互因得到福音。阮每一礼拜5个暗时，拢讲圣经的故事互因。我分享一个互我真感动的经验。这是几年前所看到的一个画面啦吼，到今我也印象真深。有一摆我伫即个囡仔食饭了，下课的时间差不多6点的时阵吼，看到一个囡仔伫教会埕爽爽的吼，尾入去迄阵，有的教室甲礼拜堂中吼，有插一个插遮宽的一个棚啊吼，2排囡仔就坐伫遐，吼伫遐开始讲话安怎？我感觉真特别，真趣味，我就过去看卖遐这囡仔因是咧变啥吼。一过去看，哇！原来因在演戏啊，因在搬戏。我就想讲，因在搬戏，毋知会搬迄个8点档无吼？因为庄脚吼长辈转去就开始看8点档，开始伫遐看8点，搬迄意难忘啊啥吼，遮。我就认真甲看，因就伫遐，恁3个吼，即较悬的男生，恁来做迄个摕礼物迄3个。恁2个吼看起来一对啊吼，无恁。演爸爸妈妈，吼，搁迄较细个，无你来演羊啊？演啥故事？我安尼讲，咱应该听有啊啦。因咧演耶稣出世的故事，哇！我心底真感动，因为我看落遮个囡仔中间，敢有一个囡仔是教会的会友的囡仔，其他的拢是社区的囡仔。总是当因做伙耍、做伙活动的时，因想要演戏，因要演的就是咱教会。是安怎？因为因逐工拢伫教会生活，因逐礼拜拢听圣经的故事，遮的圣经的道理、福音的内容，早就慢慢入伫因的心底啊。遮的囡仔，因的心真柔软，是真好也精致的所在。所以，阮期待透过教育馆的兴建，互搁较侪社区的囡仔会当拢入来到阮路上教会，伫教会内面。因得到教育的栽培，伊嘛得到福音的种子，互耶稣来改变因的生命。邀请咱兄弟做伙参与伫即款好的事工中间。线接我要分享，除了儿童的事工，阮伫庄脚的所在，儿童真多以外，阁有啥物真多？就是长辈真多。阮伫社区内面，透过遮儿童的事工去探访。才慢慢知影讲，社区内面真侪老大人，甚至足侪拢是独居老人、孤一人的老大人。这老大人因欠人照顾，总是因阁无意爱出外去甲囝儿大，因就只好伫遐家己来生活。常常3顿拢乌白食，可能一个胖过一工，嘛有可能因就是一盎大盎的硬粿过一日。
逐工就白饭白糜过一day。吼，我痛风的是看到这吼，有当时感觉真惊吓呢。即个长辈都已经有高血压，结果伊就安尼乌白食，搁食这重咸的，实在是互人真烦恼。所以阮对几年前开始就开始关心社区的独居老人，关心遮的长辈，期待阮透过送便当，透过各方式的关心，互因的生活加减得到帮助。煞条我嘛放一个短短的影片，互咱看到阮所行所做遮的老人的事工是怎样来做。